请继续来看美食的大卖场好事多，这种自有品牌的卫生纸，讲每一罐调起着30块。业者无奈，讲除了国际原物料起价之外，这个包材甲运费嘛起真多，不得不才来调起着价销。安尼一来，其他牌子的卫生纸是毋是嘛对咧起价咧？讲拢要咧看，要咧评估。不过消费者是叫艰苦，讲这个民生的物价一直起，生活毋知要安怎过。Costco 的卫生纸。一罐紫色的卫生纸直接放入去购物车，不过即马大家恐惊的加上几秒，因为好事多的卫生纸确定要起价，原本一罐335，即马一罐要365块，等于是起30块。超难过的。我是比较同情那些收入只有2、3万的那些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过活哎。对呀，什么东西都在涨啊，所以还是有影响的。到底是民生物品嘛？不能够一下子就涨得太多。卖场的业者嘛解说讲，国际原物料起价，佮加上包材运费拢起价，价销实在是压袂掉，才会来调整价销。过来卫生纸的业者严宏信嘛表示，其他品牌五月花、厚棒、柔情、得意等等，会观察原物料价销，再来决定敢要起。严宏专业嘛讲会看时机来反映成本。大部分的卫生纸的价格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变动。那我想，消费者大家还是可以去做不同的选择。那我们也会鼓励卖场持续推出平价的专区。条件卫生纸会出现起价条，经济部长王美花赶紧出面来说明。毕竟即马民生物资拢总起价，敢若剩薪水无起，连想要吃目屎卫生纸拢唔敢加抽2张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